健康只需要一瞬間，呢一個稱之為絕對黃金鐵律。我過去10年都做唔到，而過去我用咗半年時間，終於做到啦。比起以前，我情緒更加穩定，思路清晰，而且日日都勁精神。呢一個就係夠瞓。先講聲 sorry，呢一段片我冇諗住教你啲咩科學理論，因為你缺嘅唔係方法。其實個秘訣在於你能夠容許自己早瞓，你要俾自己瞓夠7個鐘。美國心理學會 APA 曾經出咗一份 Health Advisory，表示特別喺瞓覺之前1個鐘，你如果係睇社交媒體嘅話，係會嚴重影響到你嘅睡眠質素嘅。所以睇埋我呢段片之後，好值得瞓覺啦你。所以要瞓得夠有2個重點，第一就係你試下每日再早10分鐘落床，每日早少少，總之喺張床度要留到7個鐘，同埋瞓覺之前嘅1個鐘，唔好再睇手機啦。第二個要點係同自己講，容許自己瞓夠7個鐘，發放一個愛自己嘅 signal 俾你嘅大腦，咁樣先瞓得好㗎。離開之前記得將呢段影片 send 俾你嗰位成日掛住做嘢唔瞓覺嘅工作狂，又或者係嗰位掛住打機嘅老友啊，一齊訂立瞓夠7個鐘嘅目標，早啲休息。仲有一個瞓得好嘅秘訣就係 like and share 一段影片，戴翻頭盔先，呢一個係冇根據嘅。